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行街街，我哋去到西營盤海濱公園。公園擁有無敵海景，亦都有多項兒童遊樂設施。前面有一個沙池俾小朋友玩沙。呢個位置有啲藤椅俾大家欣賞海景。前邊有一個5米高嘅斜滑梯，而家我哋就用斜路行上去觀景台，睇一睇斜滑梯嘅位置同埋欣賞海景嘅位置。上嚟1樓呢個觀景台欣賞海景，非常舒適。呢度有一個盪千秋同埋氹氹轉嘅混合體，亦都有一個新穎設計嘅氹氹轉。相信小朋友就最鍾意玩呢個彈彈床。彈彈床係有限時同埋要除鞋着襪上去玩嘅。如果兒童設施唔啱你，大家都可以喺旁邊嘅海邊散步徑散步。
公園仍然有部分嘅設施未開放，希望大家喜歡今日嘅介紹。